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。希律做王的时，耶稣伫犹太的伯利恒出世。有几若个星象家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因问讲：迄个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，伫什么所在？阮有看到伊的星出现，专工来要拜伊。希律王听到，心内着极不安。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嘛是安尼。伊就调集所有祭司长甲民间的经学教师，问因讲：基督应该伫什么所在出世？因应讲：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先知有安尼记载：犹太地区的伯利恒啊，你伫犹太城市中，毋是上美细，因为有一个领袖会对你遐出来，伊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。希律就暗中调迄几个星象家，详细甲因问迄粒星什么时出现。后来，伊找因去伯利恒，讲：恁去详细查问关系即个细汉囡仔的事，找着就来报我知，我嘛通去拜伊。因听王的话就去，因伫东方看到迄粒星做头带因，来到迄个细汉囡仔的所在，就停伫顶面。因看到迄粒星非常欢喜，因入去厝内，看到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，就拍落去拜伊，然后开因的宝盒，将黄金、乳香甲蜜药做礼物献互伊。后来，伫迷茫中，上帝指示因毋通倒去希律遐，因就对别条路倒去本国。星象家离开了后，主的天使伫约瑟的迷茫中对伊出现，讲：起来，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逃走去埃及，住遐到我讲通离开的时，因为希律在找即个细汉囡仔，要甲伊杀死。约瑟就起来，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透暝离开去埃及。住伫遐到希律死，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：我调我的囝出埃及。希律一个知家己互星象家骗去，非常受气，就找人将伯利恒以及周围所有查甫囡仔，照伊对星象家详细查问的时算起，2岁以下的拢杀死。这代志有应验主通过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：伫拉玛有听到声，啼哭真悲伤，雷吉为着伊的囝儿得哭，毋肯受安慰，因为因拢无去力。希律死以后，主的天使伫埃及，伫约瑟的迷茫中对伊出现，讲：起来，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倒去以色列地，因为要害细汉囡仔的性命，遐人已经死。约瑟就起来，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倒去以色列。约瑟听见阿基老煞接伊的老爸希律做犹太的王，毋敢倒去遐。后来伫迷茫中得到指示，就退去加利利境内，到一个城叫做拿撒勒，住伫遐。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，伊要叫做拿撒勒人。